防疫总动员，政府相关的单位已经做甲真辛苦了。这无正式的消息是唔通乌白乱传。喙暗治乱也未结束，阁有网络谣言，讲做卫生纸甲做喙暗的原料是同款的，讲这个原料拢摕去做喙暗咯，讲打来会欠卫生纸，这下害咯，大家阁开始来抢买卫生纸咯。刑事局约谈到谣言的源头是3个女子，因是传销公司的顶下游。其中一个人，佫是卫生用品的承销商。乡亲啊，做这个卫生纸甲做喙暗的原料差真多，大家唔免紧张。卖场的生活用品区卫生纸的货架顶已经空啊，工作人员无用补货，因为网络开始有谣言咧传讲喙暗甲卫生纸的原物料同款，连热纸甲卫生棉拢会开始欠货。这消息是传入将近500人的群组，有人抢无喙暗，会惊对咧抢卫生纸。连总统甲行政院长拢出面讲话，刑事局直接去找这个发送消息的查某人，佮向上追查，发现讲因拢是传销公司的成员，其中一个佮是承销商。全国关注疫情，资讯非常时期，张贴散布未经查证的讯息，而造成民众的恐慌。全案讯后，将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3条第1项第5款散播谣言，足以影响公共之安宁者，报请裁处。佮咱乡亲提醒，医疗喙暗原料是不织布，卫生纸是纸浆，热纸佮卫生棉嘛，只是喙暗内缘的不织布。生产的设备无共款，产量嘛拢有够，大家唔通紧张过头。